苦路14站第4站，耶穌遇見瑪利亞。第4站係苦路中一個充滿情感同埋心意嘅時刻。呢一站讓我哋領會到耶穌同佢母親瑪利亞之間嘅心情，以及瑪利亞喺耶穌受難嘅過程中所承受嘅巨大痛苦。路加福音2章34至35節記載到，西面曾經預言瑪利亞嘅心將被刀刺透。呢一個預言喺耶穌受難嘅時候就應驗咗啦。瑪利亞親眼目睹自己嘅兒子被羞辱、被鞭打、背負十字架，佢心如刀割。瑪利亞嘅苦難提醒我哋，愛常常陪伴住痛苦。佢作為母親，深愛住耶穌，但係卻無法阻止佢走向十字架嘅道路。我哋係咪亦都能夠體會到，愛有時係需要付上代價，甚至係痛苦嘅代價呢？喺苦路上，耶穌同瑪利亞嘅相遇係無言嘅，但係卻充滿咗深情嘅交流。耶穌嘅目光同瑪利亞嘅目光交匯，彼此嘅心意相通。耶穌知道母親嘅痛苦，而瑪利亞亦都明白兒子嘅使命。喺我哋嘅生命中，有冇同樣嘅一刻，我哋同所愛嘅人無需言語，但係亦都能夠彼此理解同埋支持呢？我哋願唔願意喺人哋痛苦嘅時候，以沉默嘅陪伴去表達我哋嘅愛呢？約翰福音19章26至27節記載到，耶穌喺十字架上將瑪利亞託付俾佢嘅門徒約翰去照顧。呢段經文顯示咗耶穌對母親嘅愛同埋關懷，即使喺極度嘅痛苦中，佢仍然冇忘記照顧母親嘅需要。耶穌嘅愛係無微不至嘅，佢關心我哋生活中每一個細節。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耶穌一樣，喺忙碌同埋壓力當中，仍然關心我哋所愛嘅人呢？瑪利亞唔單單係耶穌嘅母親，佢亦都係救贖使命嘅參與者。佢從耶穌嘅誕生到受難，一直陪伴喺佢嘅身邊，成為救恩歷史中重要嘅角色。我哋願唔願意好似瑪利亞一樣，參與神嘅救贖計劃呢？即使意味住我哋需要付上代價，我哋係咪仍然願意去順服呢？